your Christmas kiss. Your Christmas It's something no one else is getting. It's something you won't be soon forgetting. It's something we can share and take with us anywhere. All I've got to give for Christmas is this, a Christmas kiss. So close your eyes and pucker your lips, 'cause here it is, your Christmas kiss. All I've got for Christmas is this, a Christmas kiss. So close your eyes and pucker your lips, 'cause here it is, your Christmas kiss. Your Christmas kiss. Christmas kiss. Oh well, it's Christmas again. I'll spend it, I think, on my own. But who knows, who can tell? I just might call some friend. But you know, if I pick up that phone and we meet up for drinks, the longer I stay, I'll only have sad things to say. Oh well, it's Christmas again. Best if I spend it alone. Oh well, I have no one to blame. It's nobody's fault but my own. And from what I can tell, all the tales are the same. You don't know what you've got till it's gone. Everything crumbled and withered away. I failed, what more can I say? Oh well, it's Christmas again. I guess I will spend it alone.
bells for woman and child. 好好好，等下各位当有换的时间哦。嘿嘿嘿，你会当先抽一张哦。 Ring again, ring for them who have nothing but time. 可以，来哦，来还袂抽的，抽号码来遮抽哦，抽号码来抽号码，啊，抽一张，来抽号，我白白抽号码，无共的，迄无共的，迄遮买的啦，啥名迄遮买的啦，嘿嘿嘿嘿，抽了吗？好。 Ring for the 无共的。哈？系啊，拢伫聊天啊。你要说婆婆。都抽睇啊，迄无共的，迄无共的。加码的哦，迄加码的。好哦，都有抽到了哈。我先放这里。你 Snow is falling white and pretty as I stroll 好， on my way to you. How would you feel about packing up today? Leave this all behind. Go get snowed in somewhere, you and me. I would rather be somewhere with you, without TV or phone. Is it wrong for me to want you for my own? This Christmas, let the others miss us. Let's go get snowed in. Let's go get snowed in. How wrong could that be? Being snowed in somewhere, you and me. 秀珍小组，坐这里，坐这里。你要来坐这里呢？哎，阿薛大哥。对啊。薛大哥，你来跟我们一块坐，秀珍小组全部坐那里啊。你这管很好，你这样来，你也挺好讲。Christmas is just around the corner, coming up just around the bend.没有，在上面就好了。你去做呢？你伫阮店去做的呢？你这边呀？
姐姐，啊，这本破互恁。啊，这本呢？我哪摕互恁？小心哦！哎，你们准备好了？小朋友要安静，啊，不然等一下婆婆要虚哦，虚的时候就要叫你们去上厕所。好，去那边。好，咱大家食有饱无？有吼啊，真欢迎咱今仔日吼每一个来到伫咱中间，包括咱的大桥里的遮的里民吼，咱真欢喜啊！咱搁一摆普仔声欢迎遮的里民啊，甲安康里的这中贤中南的爸爸妈妈吼，咱来到伫咱中间啊，搁有这个云杰妈妈吼，丽君吼，丽娟嘛吼。丽娟，还有信兴兄跟恩丽姐，我们也欢迎他们。好，还有没有人牧师没有介绍到的？好，拢有吼。好，咱搁一摆吼将时间吼交互什么人？交互咱的毛丢乐啦吼，淑慧长老吼，长老会不会讲的好像有点老吼？教会内面吼，教会内面有牧师，搁有长老甲执事啦，所以吼，咱请这个长老吼。淑慧长老来接续咱的时间吼，咱将普仔声甲欢迎伊哦吼来。
没安口吗？没安口，有生病吧？你要准备吗？没有。好，那我们留着下一次吧。哦，我们留着下一次哈。现在大家平安，平安，圣诞节快乐！圣诞节快乐！啊，安尼就是表示你俺食了足饱的吼，声音足大声的吼。那我们今天真正感谢哈，我们今天就是在大桥教会有这个这样好的一个日子，我们在这边共同来享受圣诞节、圣诞佳音，有一个救主耶稣为着咱全人类来出世，互咱得到一个完全的救赎，互咱有迄个福分，甲咱的天父上帝搁好。好，咱会当直接做咱天父上帝的囝儿。今仔日我有看到咱侪兄弟姊妹，吼，无来到咱教会无要紧。咱今仔日大桥教会兄弟姊妹，绝对要用着上帝的疼来甲恁分享即个佳音。吼，伫即个所在，我要大声的时阵，我要邀请咱来做一个祈祷，将咱今年度的感恩，甲明年度咱所要做的事项工课，咱所要经历的工课，咱的生活，吼，咱拢放伫祈祷中。请咱安静心，请咱安静心，小朋友，祷告的时候要怎样？安静心手握起来，对不对？然后眼睛呢要闭着。安静我们的心，我们要跟我们的天父上帝说话了哦，好不好？好，咱这位来祈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听阮的天父上帝，感谢你，用慈悲甲恩典款待阮，伫圣诞节期的日子。阮向你献上感谢，感谢你透过主耶稣美美的出世，
为全人类有备救恩，互阮的生命会当甲你三结连，真做有望有平安的生命。主耶稣，求你帮助阮，有搁较侪思想。第一，伫主耶稣带互阮的恩典，我要亲近你，专心顺服，我靠你，主啊，帮助阮，有备好家己，迎接主耶稣。伫阮的生命中，我要学习主的宽恕，疼厝边，亲像家己，会当讲出祝福的话，来互相激励。主信心啊！阮较无，我要呼求你，即时甲阮同在。伫今年的圣诞晚会，阮完全交托互你，恳求圣灵亲自掌管，亲自带领。需要福音的人进入大桥教会，也想诉每一个兄弟，同工用着智慧的言语来分享福音，也就是阮亲身经历你美好的恩典的见证。哈利路亚！主信神，请你听阮，我们为着大桥社区，我们来祝福祈祷，我们祝福大桥社区。是充满着荣耀、甲喜乐的所在。主的宝座伫大桥教会，为这个社区，我们做工做盐，我们为着需要福音的人，备办所在。浪子回头，我嘛要亲像迄个老爸来欢喜快乐。失眠样，我要弟来找找。主耶稣，求你找牵阮。你讲，修行的姐姐。总是欠空人，主啊，我愿意，我伫遮等等，我伫遮听候你的呼召，我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大桥教会充满着希望，这拢是未来的精兵吼。细囝真高水，细囝有快乐，感谢主。食饱无？食饱吼，咱即摆唱条世界名曲哦，吼，
这条吼，全世界拢在唱哦，预到12月份，哇，那个氛围是好棒。那个这条普天同庆，祝临世界哈。咱们做来吟这首，请你会当动恁的身躯，动恁的手，拢要紧吼，运动一下，刚吃饱饭哦，咱做来吟这条。将眼光归啊百倍上帝，咱的心内有平安哦，咱的心会较踏实。你嘛有感觉无吼？因为心内有平安，你就有愿望，有愿望就有目标，你的生活就有喜乐。对啊，所以呢，咱基督徒，领受主耶稣的恩典，领受主耶稣的平安，咱要来，你若有想要得到这份平安。每一个人都会当进入阮大桥教会，咱大桥教会，咱来敲吹平安，要赏赐互你。咱再吟这首平安，平安，咱用华语来吟吼。耶和华向我们所怀的意念。向我们说话，耶和华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
叫我们将来有指望，有丰盛的明年。我们呼求你，我们呼求你，我们祷告你，你就应允我们。我们寻求你，专心寻求你，求你并见你。耶和华向我们所怀的意念。耶和华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使平安的意念，要叫我们将来有指望，有丰盛的我们再一次，耶和华向我所怀意念。耶和华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使平安的意念，要叫我们将来有指望，有丰盛，有平安。我们呼求你，我们呼求你，我们祷告你，你就应允我们。我们寻求你，我们寻求你，我们寻求你，就必寻见你。我们再一次来呼求。我们呼求你，我们祷告你，你就应允我们。我们寻求你，专心寻求你，就必寻见。我们一起来呼求。我们呼求你，我们祷告你，你就应允我们。我们寻求你，专心寻求你，就必听见你平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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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神所赐的意念。平安，平安，平安，这是神所赐的意念，这是神所赐的意念。这是神所赐的意念。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感谢你把平安赐给你所喜爱的人。主，我们谢谢你在你面前，我们真的是要仰望着你。主啊，今天有很多新的朋友在我们当中，社区的朋友，主啊，我们谢谢你跟我们一起来享受这个飨宴。主啊，我们知道他们不认识你，但我们知道当进入这个教会的时候就受到祝福了。主啊，求你来帮助他们，祝福他们，在那往后虽然有没有到我们教会来，但是我们同工继续在关心他们。主，求你帮助我们有属天的智慧来帮助这些人，因为我们知道这人需要，他的心里可能有很多苦闷，但是他需要得到了释放。主，求你你的爱，你的怜悯，你的感动到他们身上，让他们感到神你是爱，神你是爱他们的。我们献上祷告，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托在你手中，求你来
让我们这个晚会能够很完美的结束。线上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圣名求，阿门。你先上去。Hello， 我们现在要来玩个暖身小游戏。这个游戏呢，叫做蜜蜂飞。我来讲一下这个规则。蜜蜂飞呢，就是等一下会发号码牌。每个人会有一个号码牌，然后我如果说几号飞，比方说我说6号飞，然后5号、6号、7号就要一起飞哦。然后我如果说22号飞，22号飞的话就是21、22、23，通通都要飞哦。飞去哪里呀？不用，你在原地飞就好了。对，你如果这样不好飞的话，你就这样子飞，对，才不会打到别人。对，你可以这样子飞，或者是这样子飞。对，然后我们尽量是连号哦，连号。拿到号码就不要移动了哦，因为我们是连号。我会说蜜蜂飞，然后我会说几号飞，然后你们就说飞飞飞。对，不是这边。格子，都会在你的数字卡上面有那个双面胶，可以把它粘在你的身上。对，那个粘在身上，要让人家可以看得到，不然大家都忘记你是哪里谁是你的邻居。等一下忘记自己是几号了。看一下旁边的人，你50号，你51，好来。记得。有人没有拿到吗？都有拿到吗？好，我们要开始了。10号有点远，好，好，耳朵听哦。来，注意哦，注意哦。准备开始了。你可以坐着飞，这样子飞，这样子飞都可以，对，都可以，随便你飞。好，开始了。10号飞。站起来飞。10号也要飞，10号也要飞啊，9号嘞？好，9号再飞了，9号再飞了，这样知道哈，知道了哈。好，反应有点迟钝哦，我们稍微注意一下哦。来，仔细听，22号飞。22号飞。赶紧飞。22号飞。好，我们再来哦。欢迎，请坐，请坐。来，有位置就可以坐哦，不用客气哦。我们前面有2个大位置，来，都有位置，都有位置。还有没有拿到那个摸彩不是没有拿到礼物卡的？礼物券的有没有人还没有拿到礼物券？我们等一下领礼物咯，记得拿礼物券哦。来，给你们1人1张，都要玩游戏哦。我们先抽一下礼物券。好，通通都有奖哦，通通有奖。好了，坐好了。好，接下来注意听哦。46号飞。
46号在哪里？很好，棒，很棒哦，很棒。好，很好，很好。接下来哦，注意听哦，注意听。18号飞。飞。怎么那么多18号？好，我们再玩一次，我们这次要改了哦。我这次喊到号码的不用飞，但是隔壁要飞。比方说，我喊5号，5号不要飞，4号、6号飞。好，开始喽。43号飞。好，我们再来一次哦。来，2号飞。很好哦，很好。好，接下来我们再来一次哦，仔细听哦。32号飞。哎，好棒，很棒哦，没有被骗。来，再来一次。29号飞。28不见了吗？30呢？好了 ，OK， 好，我们接下来，好，接下来我们是诗歌分享的时间，那我们先请秀珍小组要带来2首诗歌，第一首是《让爱走动》，第2首是《耶稣给你平安》，我们拍手欢迎秀珍小组。跟我们一起走动哈，来打鼓哦。跟我们拍拍手也可以哈。耶，秀珍小组，可以吗？好，可以了。
前奏来。耶！掌声鼓励鼓励。好，谢谢秀珍小组。那我们欢迎冲秀小组带来的歌曲是《向前行》。来，这会怕去哦。嘿嘿，嘿嘿，嘿嘿。嘿，
啦，赞啦！来来来，蜜蜂飞的牌子给我看一下，有没有每个人都有蜜蜂飞的牌子？有吗？有人没有吗？没有的举手。都有哈。那我们单双数分两边，我们要来玩游戏。单双数分两边哦，单数在我的左手边，双数在我的右手边。有人自己不知道是单数还是双数的吗？这是单数，13579是单数，对，单数在左手边。单数请来这边，单数在那边，单数来红色这里，对，单数，单数请来我这里。别生游戏，别生游戏。然后找位置坐。有人不知道谁是单数，谁是双数留在这边，对，双数在这边，双数。单数往这边，往这边。你是单数还是双数？单数。我也是单数。我没有抽了。对。你是双数还是单数？你是双数还是单数？你是单数。那你看我是单数。单数哦，单数。单数的在这里。哦，对对对，双数在这里。你是单数，对，你是单数，13579的都是单数哦。24680的是双数哦。对，好。来，单双数要分两边。来，双数的在这边了啊，单数往那边。单数在这里，单数。你双数吗？单数。你双在那边。很棒，单数的哦。剩下卡片有啊？还有。糖果在哪里？单双数分好了吗？好了哈，我们现在要玩的游戏是口舌拳手之战。口舌拳脚之战，有人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口是什么？嘴巴嘛。舌也是嘴巴。对。对啊，顾名思义就是，简单来说就是用嘴巴讲话啦。就是比手画脚啦。对，我们现在每组单数的派3个人来，3个人，有人要自愿吗？3个人哦。然后其中2个人是比动作的，一个人要用嘴巴讲话哦。一个人用嘴巴。有人想要上来那个吗？有人吃太饱要上来运动的吗？没有，我就。来，我们播完一下，来。你是要讲话还是要？你要用比动作还是用讲？你要用比的。好。来，我们这边也要哦。我们这边要选3个哦。3个。一组派3，再选一个。哦，泽恩你要吗？好，那泽恩来。再选一个哦。我们再选一个哦。哥姐，无人我在点号码啊哦。你要讲话，好，无人我在点号码啊哦。比动作，来比动作先站这边。我敬姐好啊，来，我先想一下。23号是上，23号上啊，不是我。23号，有人是23号吗？吴源是23，吴源来。一组。安尼无公平，好，无你敬姐好啊。无你敬姐好啊，你选一个号码。你选一个号码好啊。比看卖哦。23号、25号、23号。好哦。你几号？你是25。好。那2个荧幕要帮我关掉。对。好，那我们谁要用笔的？谁要笔？你要笔吗？笔。你用讲的啊？你要用笔的还是用讲的？用笔的吗？你用笔。还是我们换下一个？你要笔吗？不要。好，那我们换一个，有人要帮助他。婆婆好了，婆婆，我们欢迎毛淑慧婆婆。好，跟你婆婆一起站着。好，你跟婆婆一起。再选一个号码。那个。来，子安选一个。41号啦，41号
41号哈，来41号算对啊，41号。好，来，好来，啊你甲弟弟来，弟弟啊甲孙啊来，孙啊来，这个孙啊来，好来，计时3分钟，我来计。好，我们计时3分钟哦，计时3分钟。谁要比？来比的举手，2个比啊。婆婆讲的，婆婆用形容的。我们等一下会有个题目，我们要用形容的哦。大家都可以一起猜哦，大家都可以一起猜。每个人都可以猜哦。我跟你们说啦，猜错不会有处罚，猜对也不会有奖励啊。所以大家就放心的猜。大家玩趣味的就好了。好，来，准备要开始哦。好，我们谁先开始？第一位比的。好，来，播完一下先来，播完一下来题目。3分钟哦。3分钟计时开始。再往下。来，用笔的哦。安娜，颠掉。什么？差一点。对，插着。来，下一题。来，下一个。不能偷看哦。不能偷转头。不能偷转头，那个脖子要小心，不要扭到哦。好，来，那边啊，嘿，那边也可以看哦，大家都可以一起猜。把酒爱掉，来下一题。来，贵丽。能力嘿，能力。我帮你们问。爱拼才会赢，唱歌嘿，对，唱歌。来，下一个，来。没有你，来，毛阿姨，来啊，比动作，赶快，这算在时间里哦，快点。啥？对，好，下一题。下一个。对，好厉害哦！再下一题。这样题目被猜完就不行了。那个，没关系，还有1分钟。赞美操。是不是有人偷看啊？这样子像是减肥吗？这是好，这样像是减肥。好。再一题就要最后一个了。来，很难哦。来，很难哦。两个字，2个字。好厉害耶！好厉害，好来，最后一个用讲话来开始。来，用形容，不能讲到那个字哦。用嘴讲。不是给你讲出答案呐。来，下一个，这题无算啦。下一个。是啊。形容，袂当比。爱用讲的，用讲的。形容的。三个字，嘿。3个字，你会当讲话。不是给你讲出来啦，吼。后一题啦，吼。再一题，来，形容。用形容的啦。形容一个啦。会当讲到迄2个字哦。两字。不是讲到飞啊！哎呀，讲到飞。下一题。来下一个。贵丽。两字袂当比哦。会当讲。嘿。啥？麻将，对，麻将。下一题。来，再一个。最后一题，压线。怎么这么简单？要用形容的，怎么每个人都用比的啊？好来，那个有上来的都抓一把吧。抓一把糖果。糖果。来，糖果来。我们拍。来，大家给他们鼓掌好不好？好棒哦。好，来，我们换你们双数组的，谁要上来比？有上来2个。佳云。他们3个来，我们等一下再来第2轮，来第1轮，来，好，那个讲的是谁？谁要用讲的？只能2个用比的，1个用讲的哦。2个选一个，你比嘛，来，你嘞？你用讲，那你用比的，你刚才说要比，好，你就站中间，不要闹。好，来，开始哦。来，开始了，来等一下我还没记时间，拍谁？等一下啊，来，预备，开始。嘿。
啊不，哎，好，好。哎，你很厉害呢。3个字。耶，你怎么知道？没关系，来下一题。几个字？嘿，哎，怎么知道？太快了吧！下一题。太强了吧！哦，这个应该有点难了。哎，好，应该也还好。不是哦，有人知道吗？不是，有人差点把答案讲出来，3个字。对，停车场。下一题。好，再一题，我们就换下一个。什么？有了篮球，来下一个比动作是什么？篮球，对，好，下一个比动作，比动作，比动作的来，这个来比动作，比呀， 2个字，比呀，快点，这是什么？对，哎，你怎么会猜？来几个字？2个字，哎，中间可以哦，这个动作很明显哦，这是什么动作？对，拍照。好，下一个，2个字，不是，对，再下一个，哦，这个脸红呀就搞壁呢，下一题，还有呢，2个字，雨伞，对，雨伞，好，用讲的，换云姐，你用讲的，好，2个字，这个先比完。这个比完，化妆，对，化妆。用讲的哦，不能比动作，来开始用讲的哦。新董来。不要啊。回家要用的东西，钥匙，对，讲出来了。好，下一题。学生会背的。学生会背的书包，哎，太简单了吧？来，哦，这个。2个字，左手，对，下一个，哦，这个，用讲的，防疫实习会喷的，酒精，对，老人很好，哎，什么？你要说什么？你说出来了，快点。每天都会看的。每天，对哦，你们每天都看电视哦，都没有看书哦。好。我们也帮他掌声鼓励一下，耶！抽糖果，来，要下去了，赶快！好，怎么会有糖果掉到地板上的问题？可以再玩一次，好，可以再玩一次。那你要玩？对，还有那抽红包，哦，对啊。好，接下来呢，我们要玩一个很刺激的游戏，大家都可以参与的，叫做抽红包。来，我那个往下一点，来，那个 PPT 帮我往下，那个壮丁来帮我展一下这个桌子哈，这个帮我打开一下桌子，我们需要用到桌子哦哈。好，可以放到这个上面，来，我们准备一下道具哈，等一下哈。可以。等一下哈。有没有人看到这个抽红大王要先来举手报名的？抽红大王，光看字眼知道玩什么吗？有人要上来抽红包吗？嘉允来，你要吗？好，这里有人了吗？摄影师也可以啊。有人想要报名参加，你要吗？云涛要吗？呀、不告诉你，等下就知道了。
来，我们先来看一下，看有没有谁要先报名参加。佳允先报名参加，元涛也要吗？你元涛先，好。你要玩吗？好，等一下，抽红包哦。我们先一个一个来，来，第一个是谁？元涛是不是？好。这样知道怎么玩吗？不知道，就是呢，我们要，对，杯子不能掉哦，杯子还是要留在上面哦。你看，对，差一点，好。你们都上来，你们来这边抽。我们要面对镜头，你屁股就被人家观众看到。来，这边。这里来。来，哦，来靠近你们，OK， 好。什么意思？哦，他是说这个红包反过来。好。这个也是。对，要快速哦。可以啊。可以啊，看你什么方式。好。不行这样子吧。这样子来犯规动作，来，好。对。好。哇。我们一个人有5次机会，谁要先开始？姐姐好，那你先站旁边看。好，那元涛你先抽一张一张抽。啊，差一点来，再一个。来，再一个。直接放弃。好。赶快摆。没关系，我们还是有1块的安慰奖。1块。有钱就好，对，存到家里的小猪铺满。不止万象更新。好。来换佳允。我们的游戏时间进行到8点15分，在这段期间，大家赶快上来哦，8点15分。各位欢迎来，还有10分钟哦。来，有没有新朋友？我们来，后面的朋友来。如果你是第一次进来大桥教会的，欢迎进来。欢迎进来。欢迎来。好，来，我们先请佳允来抽。好，佳允加油，要小心，不要上面的杯子掉下来哦。加油！下一张。下一个。一瞬间，幸福。一眼瞬间。下一个。来，加油！下一个。准备好1块钱了。来1块钱，恭喜。好，下一位。来，请介绍一下你的名字。我叫杨清飞。他叫杨清飞，他是我的同学。来，好，清飞。好，对，清飞。好，那边拍。他要挑战了哈！加油！看是会成为第一个。差一点，加油！哇！来，再来，叫！加油，小心哦！来，叫！来，还没掉哦，可以慢慢摆回去哦。加油！这个有技巧的哦。小心！还有2次。来，加油！刚刚那个可以哦。这是目前最有机会的。加油！女士。好紧张哦，要记得呼吸哦。好累。加油！喘一下。快到了。还没。高几个？还有一个。太可惜了。最后一个。太可惜了。加油！太可惜了。我都流汗了。先。好累哦。先擦个手。加油！先擦个手。
公出细活。哎呦哎呦哎哎哎哎呦哎呦！啊！叫！加油加油！哎，那个要再放回去一点哦。哎，不是这样啊！真的。哎！没有，这是小钱，那个抽奖的比较大钱。这是有，快了哦！你要再过来一点哦，因为它已经边缘已经接近了，你要再过来。哎，等，哎，还有一点，小心！耶！等一下，全场欢呼！全场欢呼啊！我们里面有什么机关？里面有一张纸，看他拿多少钱才是重点。是多少？10块啦！耶！我们恭喜7分。还有没有人要挑战新朋友？来，快点！我们最高奖励20块。耶！好，来。好，最高奖励是那个最高奖励是5个加起来。好，来，请介绍一下你的名字。俊明，王俊明，他是我当兵的好朋友。好，来，请俊明挑战。哎，别，那个要小心哦。啊，下一个。你要凑吗？好啊，来，排在我后面都可以玩。可以啊。差一点啊！这个从当兵的时候就开始摇床的朋友，到底能不能把它摇下来呢？哎呦！果然真的是真功夫！哦，这有机会哦！慢一点！放左手、右手。你要记得回去哦。对，要让他回去。从旁边有人说从旁边哦，要试试看吗？好像哦，从旁边好像可以耶。哦，大家的心脏都比他快了啊！一半哦！你看他，让大家看一下有没有？还可以转边呢！差一点哦！快了！就近有没有办法呢？还没有，还有一半。叫！有机会！还没，那个还没掉哦。来，要在左边一点点。可惜啊！最后一个。不要干扰，放过来一点。来。太紧张了。有，这一半哦。有了。抓到诀窍！耶！恭喜俊明！俊明自己打开俊明。 10块一样的。10块来，谢谢。好，下一位。来，我们要换顺序喽。你们先来。来，可以，都来。林中奶要参加吗？林中奶，哎呦，那就父子一起在那边。等一下我们轮到你们，好，来，好，来，妹妹，来，请往前面。介绍。你叫什么名字？阿妹。叫阿妹哦。阿妹。好，阿妹。好，我们请阿妹来抽，加油。好，试试看，加油 ，Sos， 加油。啊，妈妈来，妈妈来，妈妈帮忙。哦，加油！哎，加油！紧张，妈妈也紧张，哇！
可以吗？快了快了，再慢一点再慢一点，太挤了太挤了，小心了。对对对。呀！可惜可惜。来，再来，还有来。第二个。来，好，不然再抽一个，好不好？再抽一个就好了。哦，加油！有可以加油。好，我们的掌声鼓励。好，1块钱。来，赶快上来。好，来1块钱，忘记给你们1块钱了。参加奖。来参加奖，大家一人一个1块钱，给你一个1块钱。好，你们谁要先？志在参加不在于钱啊！你们谁？2个一起哦。好。预备。来，父子 PK 赛。正。这个有诀窍，这个有玩过哦。好紧张哦，林中南在敲桌子哦。有。不要，你爸，等一下。你是在干扰爸爸吗？用捶桌子。你那一招等一下。这包。好，这包。好。好。林中南，好，中南。林中南，林中南很厉害，他超厉害。叫。有机会哦！来，好，我们来看义成兄，好，10块钱，谢谢，好，谢谢，来，林中南来，我的手太大了，穿不下去，好痛。好，来继续，赶快哦，再5分钟，再到20分，22，好了，赶快。好，摄影师，摄影师要。新朋友有人来，那个。来，后面的朋友们来，欢迎，来，要玩吗？要玩上，要起来什么？进来，好，来哦，欢迎大家来尝试一下哦。好。好，你抽的太好了，吴宇恩，来，好。冰的，果然。没有学到真传啊！好，来。学到真传。要玩吗？可以玩哦，来。好，接下来继续。对，真的很难。有，可以有。有了，好，这包好。好，爸爸加油！有，可以。这是考验那个，这是考验那个抖完之后，然后要怎么样把它放回去。哦哟，太难了。杯子有没有做得漂亮？好，来，这一包是多少钱？10块钱。 10块钱，来10块钱，谢谢。好，摄影师说他要玩。牧师10块钱，牧师1块钱。参加奖，来摄影师之后还可以再报名，大概2位还可以哦。你们呢？来谁？这个成龙。上来，来要玩的赶快上来排队哦。来排队哦。来，速战速决哈，要排队哦。我们等一下。
啊，这种这破掉了。你拿出来了。哦，好厉害，好。哦。哎，等一下，等一下，我们还有第2阶段的献诗，再接下来就是我们精彩的摸彩哦。大家刚才是不是有投摸彩券？有。摸彩券跟大家说，那是现金啦。大家很金留到最后呢，就有福了，好不好？对，好不好？到最后，最后一个谁要？只要说不，只要不，哎，中选，来，看有没有学到爸爸的真传。中选啊，福得抽3，来，好，下一个，那个成龙有，成龙有点爆裂吗？哦，20哦，今天的最大奖。好，来，我们再下一组，赶快，来，再20先，还有中选的3家奖，中选的3家奖，来，中选1块钱，来，好，谢谢。好了，赶快上来，来，快，最后了，快点了，赶快上去，不要，嘉伟不是要吗？赶快点，来啊，赶快啊！这个杯子来，我再帮你们放回来哈。这个好，把它反过来，好，来，好，赶快来，预备，开始，加油！念词成功，念词很强哎，念词成功，果然绑辫子的都是比较厉害的，来，继续，兔耳朵加油！兔耳朵笑了，再一个，继续，赶快，一人一个，赶快，你们不要跌倒，把那个礼物都压坏了哦。念词可以哦，加油！就近长发公主，抖起来，可以，哎，念词快了，好啊！云姐，最后了，就近兔女，就近兔同学，加油！来哦！哎呀，你就是差那个拖，你太急了。念词得到10块钱，要成功。小心。好，来念词10块钱，谢谢。3家奖。没有，那个云姐来，云姐3家奖。没有，云姐1块钱。好，撤场。嘉伟啊，来，嘉伟最后一个哈，嘉伟压轴，他今天帮我们记录了美好的那个美好的那个时刻，让摄影师那个加油一下。好，来，赶快哦，最后了哦，来，好，手术来，好，加油，好，来，预备，开始，好，第一个失败，第2个失败，第3个失败。喂！来，哎呀，好来，最后一个，叫，你是今天最后的哦。哎呀，真的好，谢谢大家参与。好，3家奖1块钱，来，一样有1块钱。好，那我们抽红大王就到这边哦。来，1块钱，来，1块钱啊，1块钱。接下来我们要请幸福共读小组来献诗哦。好，他们要献诗。好，对，不用了。没关系，不用倒。好，你收起那个风的，那个风。好，请幸福小组上来，请幸福小组。
哎，陈恩，帮我们弄那个 PPT。因为我设定完，我还没有设定好。你赶快，他们要唱了。相机。没关系，你就直接那个，你就直接让帮他们放就好了，因为他们只要唱歌而已。你用信。好，来，掌声鼓励。好。想象中有一个幸福天地，分分秒秒踩在云端里，好像幸福只存在童话故事里。自从耶稣进入我的生命，心中眼睛被主爱开启，看见幸福的天地就在我心里。不是遥不可及，也不是要完美主义，它是真实而简单地活在主爱里。幸福是珍惜现在拥有的，感谢上帝公义。幸福是分享自己领受的，叫别人相信圣经所写的每句都是真理。幸福是卸下重担给上帝，因他必看顾你。自从耶稣进入我的生命，心中眼睛被主爱开启，看见幸福的天地就在我心里。它并不是遥不可及，也不是要完美主义，它是真实而简单地活在主爱里。幸福是珍惜现在拥有的，感谢上帝公义。幸福是分享自己领受的，叫别人的利益。幸福是相信圣经所写的每句都是真理。幸福是卸下重担给上帝，因他必看顾你。它并不是遥不可及，也不是要完美主义，它是真实而简单的活在主爱里。幸福是珍惜现在拥有的，感谢上帝公义。幸福是分享自己领受的，叫别人的利益。幸福是相信圣经所写的每句都是真理。幸福是卸下重担给上帝，因他必看顾你。幸福是卸下重担给上帝，因他必看顾你。
站在大海边，才发现自己是多渺。好，我们要唱的歌是《有一位婴孩》。我们有团辅。我们要唱的歌是《有一位婴孩》，掌声！耶！好。受困的心灵宣告被释放，绝望的人今日得着盼望，心中的忧愁被化为欢乐，迷失的人现在有方向，罪恶重担今后不再承担，盛开道路，我们得着赦免。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天使欢呼，万物来颂扬。有一位婴孩为我们而生，真神的儿子赐给我们。掌权，他做王到永远，实行公义，带来平安。他名是奇妙伟大的策士，永在的天赋全能真神。哈利路亚，他是和平君王，耶稣基督我们的神。有一位婴孩，有一位婴孩为我们而生，真神的儿子赐给我们，他来掌权，他做王到永远，实行公义，带来平安。他名是奇妙伟大的策士，永在的天赋全能真神。哈利路亚，他是和平君王，耶稣基督我们的神，耶稣基督我们的神，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我们的神。谢谢。我们现在有人知道是什么活动吗？最重要的时刻来临了。什么时刻呢？我们现在要来领取礼物，抽到1到10，抽1到10号的，还记得刚刚有一张从上来的时候就有抽一张号码牌吗？有没有人没有拿到？有没有人弄丢了？就是有一张这种纸的号码牌，不是抽奖券哦，是这种长条形的那一张，有吗？长条形都有吗？有人没有吗？好，写数字的哦。来，好，对，就是它。这是01还是10？ 10，迄写1，迄1就是1，啊这S。来1到10号，1号是谁？来1到10号，请上来哦。1到10号哦。1到10号，1号是谁？哦，来，我叔公。可以。1号，恭喜。
对，2号是谁？2号。哎，对，来3号哦。啊，对，有没有人想要换的？有没有人想要觉得这个号码好像不是我所喜欢的？想要换的吗？来，还有没有1到10号有人吗？1到10号来，1到10号哈，来。有吗？有人要换的吗？没有人要换来，哦。请来6号来，6号来，6号，对，6号的来。究竟我不知道是什么，7号来，7号来，我们速速解决这零礼物费啊！7号来，7号。7号是谁？哦，我7号是啊，不是蜜蜂飞的那个7号哦，是这个的7号哦。啊，那8号嘞？有人8号吗？没有8号。9号、10号。好，那我们11号到20号。11号到20，来，阿嬷11号，请来，恭喜12号。你准备好，来18号来，18号。好，18号。来18号。好，17号。来，5号。17号、16号，好，等一下哦。5号。 16号，来给你，谢谢。18号，这拿走。几号？5号来。好。来，这里诶。等等，没关系。来。好，都拿到了吗？11号到20号都拿到了吗？那21到30号，21到30号。24来，24。来。 24。来，你的是几号？27。22号。3号嘞，3号嘞。好。这个22号。3号，谁是3号？25号。3号是谁的？好来吗？25号。 等一下，来，不是两的哦。来，25，你是几号？28号。哎，刚才谁给我22号？泽恩，你是几号？3号。哇，那还没。谁给我30号。好，那给。来，30号。好了吗？还有吗？21号到30号都拿到了吗？ 那31到40号，31到40号，来，好，31号来，31号，来，哦，这个很实用，30，过了就知道，来，32号，牧师32号，38号，这里38， 37号，来，37，这是我的33，我自己拿。你是35号，35号。来，给你，谢谢。35号，几号？39号。那接下来是41到50号，41到50号。42号，42号，猫阿姨。 43号，信成兄。来43号。来。200号。还有吗？41到50号的。41到50号。有44、46、47号的人吗？44、46、47的吗？好，那我们现在是51到60、51到60的人。60号来，56吗？真56，给真，好，几号？53号。哎，53号，中选的。这个很棒哎，这个很棒哎。还有吗？那个满竹姐是几号？满竹姐46号。46号。
46号。这个 till the last week of December. 好，47号。 Christmas spirits flow as 来这个好47。像不错哦。好，接下来是 seasons come. Raise your glasses. 51到60都拿过了吗？51到60还有人吗？好，那我们61到70， 61到70几号？64号。袁涛，丽轩的，哪几讲？63，那个念慈，68。来，按你的小单子给我。哦，这个有点重量哦。来，妈妈的。60还有吗？还68，有都拿走。好。 66 66号。小的那个，好，这给你，这给你。牧师娘有吗？没有。好，那71到最后面71到76、77号、77号、76、71到77。莫恩72，啊，72是这个。几号？74。好，74号。十方来70。没有。 75，那个蓝色那个。吹狼蛙有吗？有人没有拿到的吗？谁没有拿到礼物的，请帮我举手。哦，好棒哦！好，你的礼物有。对，就是那个现金奖励。你要找别人跟你换。要直接换，直接换。好哦，这样都有谁没有拿到吗？你是几号？你刚刚抽是抽几号？那张纸你抽几号？这个纸你抽几号？有吗？你有抽吗？你没有抽。好。抽的那张，等一下那个给。这种。哦。那你抽一张来换礼物。好。几号呢？翻面19号。 19号。你们有抽这个吗？有拿到吼，好，有拿到，有拿到吗？都有拿到吼。下一个，就抽，把这边抽奖，拿那个，没有，先抽完。好。你讲。还没。大家都有礼物了，对不对？啊，我们上面还有礼物，我们迅速的把它抽完，好不好？他跟真人还没拿。他跟真人还没拿。没有，等下再投，等下再拿，因为他号码是固定的。哦，你的号码呢？那我们没办法做决定。不行，那我们不能等。先抽奖金。我们现在先来抽奖金哦。有没有人觉得他自己一定会中的？还有我也希望我会中啊，但是我不知道我会不会中啊。待到最后的有福了。对。好，那个奖金哦，那我们请。我们从500块的来，500块，我们请牧师帮我们抽500块的哦。有没有人要巴结一下？虽然说也没什么用，500块哦。来，抽出来500块是谁？念出他的名字跟号码。是谁？潘念慈。哇！哦。
再领，你在现场就可以了，因为我们有看到本人，潘念慈就是他啦，没有第二个潘念慈哈，潘念慈，潘念慈是500块，然后你要先领嘛，牧师跟你合照一张，牧师合照，来，牧师合照一张。啊，主持人可以一起吗？主持人一起好不好？好，恭喜念慈。好，接下来是下一名是800块。800块。哦，好。啊，我们请毛长老来为我们抽出800块的奖金得主。800块哦。800块哦。来，绿油精抹在手上，究竟哪一个会抽到？会不会抽到自己呢？好。是谁？是谁？是谁？小背后吴木恩。哇！木恩，好，木恩，好，木恩，请。太好了吧？来，你来。哦，好 ，OK， 谢谢，好。我们请毛长老颁发。毛长老颁发给木恩。木恩。好，来，北北发给你。那妈妈上来，妈妈带领妈妈。哎。来看我，来，1、2、3，哎 ，OK，好，很好。好。好，再来最后一名是。好，那我们还有很多礼物，我们先抽礼物，到最后我们再抽1000块哦。来，好，来，我们几号跟几号？好，49跟52。好，49跟52。49在这里。好，啊，我们现在玩一个抽到你的，你就上来自己选一个号码，因为礼物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好，我就自己抽了哈，自己选哦，自己选哦。我们速战速决哈，来。不用，没关系，让我们自己选，就自己。对，自己选。反正我们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来，第一个是谁？沉默。来，沉默大哥，来，请选一个。来，我们5秒钟考虑礼物哦。来，5、4。选一个，要哪一个？因为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对啊，要。好，9号，好，下一个。来，好来。我们还有最大奖还没抽出哦，才有最大奖。王俊明。俊明。哇，再来抽，好。再选一个。5秒钟考虑礼物，抽掉了，当然1000块就跟他无缘了啦。抽掉1000块就无缘了。啊，我们还是到最后要领受祝福，所以大家不要赶走。好。庄登祥，弟兄，来，请到前面随便选礼物。前面选，好。来，我再继续摸哈。好，来我们的庄弟兄，来。新朋友，我们给他掌声。庄弟兄，嗨。哎，对，自己选，这边都可以。选一个，看你觉得哪一个数字你比较顺眼的。55号，好，恭喜。来。好，来，好，那换我来抽。牧师娘李纯琪。啊，牧师娘跟1000元无缘啦。牧师娘1000元无缘啦。又是我了哈。啊，穆恩有800元了。来，牧师娘选一个。来，下一位001谢静文。好，静文，请上来选礼物。选一个。好，你自己选。来，我再继续抽哈，大家慢慢选。好，来，037吴望根，哎呀，我是公，公啊！好，再来，好，大家不会紧张起来。041王淑芳，淑芳姐，啊，我们请我们的云杰妈妈来抽一张。云杰妈妈抽出一个人，念出他的名字，他就可以上台领礼物。来，几号？会不会抽到自己呢？19号吴雨恩。
吴源来，好 ，OK， 吴源上来选礼物。我们请毛婆婆来为我们抽出一张1000块无缘的人，抽出来1000块就无缘了。啊，你帮他选。会不会抽到自己？我不知道。吴修齐，怎么这么刚好？好，我们请秀珍长老帮我们抽出一张。秀珍长老。呵呵呵，谁与1000块无缘？丽轩，丽轩，好，丽轩，丽轩呢？好，丽轩，丽轩，请上台选。丽轩，你选一个，你随便点一个。有2个。哪一个？先选什么？对，选什么？给他们来选。那个选。来，我们有2位新朋友，请你们上来选礼物。来，我们上来选礼物，一人选一个。上面的都可以选，真的，上面的都可以选。我们每个人都有礼物，每个人拿一个，真的。通通有奖，请上来选。来啊，来，真的。来选一个，一个人选一个。好，可以上来选一个礼物。来，你们都选一个。好，他们在选的当中，我继续抽了。可以选，看你要拿几号。来，好，可以再拿一个，2个人可以再拿一个。对，031温满足，满足姐来，满足姐请上来选。好，来，谢谢，请上来选。好，我们赶快了，快要。越晚抽到的大奖就是你的哦，越晚抽到大奖就不要抽到我，拜托。几号？肖启威，肖启威，来，请上来，请上台。好，来，我再继续抽哈。可以选一个号码。020吴乔恩，吴乔恩。好，来再来，给云姐，好，云抽一张。等一下，好，自己选一人一个，好，你先抽几号？打开。好，来，我帮你开啊。几号？好。钟凤兰姐，凤兰姐嘞。好，这边。好。林中南选一个。好，快没了，来，中南选一个。赶快选一个，好，选一个，赶快 ，OK， 好。杨子怡，来，好，子怡，来选礼物，好，拿过去，好，我们剩几个礼物？我们剩下3个，来，子怡来，子怡，来选哪一个？选一个，好，赶快抽，好，4号，好，可以吗？好，恭喜，不会，你帮我抽一张好不好？你帮我抽一张，看是谁，然后抽出来给我，有吗？人数越来越减少，越来越紧张了，又到了节目的尾声，还是抽到自己耶，太厉害了吧！好，妈妈选一个，再选一个，太厉害了吧！他抽到自己，这边，再选一个，哪一个？这个好，拿着走。那我们牧师娘帮我们抽一个，牧师娘。剩最后2个了。剩最后2个哦。没有，这是礼物，好紧张哦。是谁？牧尘。吴牧尘，好，那我们就再下一个。好。那你帮牧尘的单子吗 ？OK。礼物在哪？对，牧尘的，好，牧尘来，你酸的哎，酸姐。对，酸姐和牧尘。好，来，好，最后一个。来，子安你抽出来吧。来，我来最后了哈。最后的礼物哦。 2张，等一下我再重新来。好，是谁？026张嘉云
佳宇，佳宇，好，佳宇，不能就是手上的8号了啊？手上8号。哦，对啊，好，来，佳宇，拿来。好，我们的最大奖就是我们的1000元，1000元得主到底奖落谁家呢？好，我们1000元到底是谁呢？是谁的？我们再度请吴伟月牧师帮我们抽出1000元的得主。啊，这个手要久，那个嚼久一点。来，牧师你嚼久一点哦。到底1000块是谁的？会不会里面就是写吴伟月呢？不晓得是谁？是谁？陈阿子哦。哎，那个弟兄。陈阿。叫什么名字？阿义。阿义吗？哦。哇，恭喜！太棒了！来。太棒了！太棒了！我们请牧师帮我们颁奖。来，太棒了！来看我哈，来看先看这边，先看这边。太棒了！好，来再看我一张哈。好，来1、2、3，好，再看，好看我1、2、3。OK， 好。好棒！恭喜你！因为今仔日时间嘛已经晚。咱请今仔日头一摆来到咱遮的大桥里的遮的朋友遮的里民我咱邀请你做伙来投钱咱做伙来翕一张相好无？来看阮的同工咱做伙翕一张相，来邀请你。好，等一下，来咱请所有的里民今仔日头一摆来咱大桥教会，请你来到头前，咱做伙来翕一张相来，那个俊民，来，邀请你来哦，来迄个，嘿，来，张姐来，做伙来翕一张相，一起来拍张照，未结束的啦，来，等下来，我们一起来拍一张照我们一起来拍一张照，来，上来，哎，张姐，等一下啦。未结束的啦，来，真欢迎您哦来，真欢迎您，来，请问贵姓？来，那个快点，肖小姐来，一起来来，我们请我们教会的长老跟执事，我们都来前面好不好？来，邀请恁做伙来，恁2位拢做伙来来，拢迄个阿义阿义来，阿义一起，张弟兄跟我们的长子，我们跟牧师一起拍张照，来欢迎您哦，来欢迎您，来，欢迎，来，那个靖宇，我们站旁边，然后让他们站前面，我们站后面，来，你们站前面，咱恁徛头前我看恁这位翕一张相，来，我们一起把口罩拿下来，好不好？我们一起把它拿下来。来，阿义来那个俊民来 ，OK， 好，来看前面哦，耶，好棒，欢迎你们来，欢迎他们，我们拍手欢迎他们。好，牧师音乐帮我关。咱今仔日两边就要结束。牧师真欢迎咱每一个今仔日头一摆来到伫咱中间的这里民咱大桥里的里民，这摆嘛是阮大桥教会头一摆，是头一摆大桥教会来到这个所在，当搬线来到这2冬的时间，所以今年阮拄好看这个TVBS， 就是看社区这个区公所做协办。就是伫圣诞节的时阵，会办这个活动，跟咱的里民做伙互动啦所以今仔真欢喜嘛，互咱有欢喜无？食饱无？食饱嘛咱真欢喜嘛真欢迎恁。后一次后礼拜，每一礼拜日，咱拢会使来到教会来跟阮做伙来听上帝的故事。啥怎呢？因为上帝的故事伫咱人的生命内底会带互咱足幸福的生命
好，今仔日牧师跟咱分享幸福，幸福是啥物？两个物件加起来，一个是啥？一个爱快乐啦。哦，你有快乐无？咱人哦，生活拢足艰苦的呢。钱嘛无钱就艰苦啊咧，对无？经济不好就艰苦啊咧，就袂快乐啊呢。但是牧师讲啥？快乐该安怎？该加上啥物？爱有意义啦。人的生命若敢有快乐啊，我来讲，好嘢钱若有钱就自然就快乐啊，敢毋是安尼？但是无拄是安尼呢，有钱伤济嘛袂使呢，你敢毋是？所以呢，上重要，人要幸福，一定爱有快乐甲意义啦。你的生命有意义无？活得有意义无啦？有无？咱来教会就是要互咱的生命，互上帝的话语，上帝的听，上帝的爱，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快乐又怎么样？又有意义，是活得有价值。所以跟你旁边的朋友哦，我们弟兄姐妹跟这些大桥里的这些里民朋友们，跟他说：愿上帝给你平安与喜乐，愿上帝给你平安与喜乐。好，我们一起同心，一起来做最后的祷告哈。牧师来带大家一起来祷告。牧师用华语来讲哈，用国语来讲哈。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在圣诞节，我们不像外面的人是在外面流荡逛街采买。我们重要的是，我们要跟人一起分享耶稣基督的爱，因为耶稣的爱是分享的爱，是愿意给予在我们生命当中。当我们拥有的时候，我们也学习与人分享。求主你祝福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一起在大桥教会能够领受更多从上帝来的祝福跟生命当中的宝贵的恩典。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大桥里的每一个里民，让他们今天不仅能够快乐，也能够得着生命的意义，让他们知道怎么样活出有意义、幸福的人生。谢谢主，我们求神带领我们回去的脚步。今天晚上天也会比较冷，也让我们在寒冷的冬天里面，能够有上帝的爱来温暖我们的心。谢谢你，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好，上帝祝福各位，大家彼此跟大家说圣诞快乐，圣诞快乐。好，等一下，我们的小朋友哈，牧师今天也有说有要送给他们礼物哈。他都啊他们刚刚在祷告哈，有够大声的啦哈。我跟你讲哦，咱等下一边送礼物的时阵哈，要互咱听一条歌，这条歌叫做《沙轮中的玫瑰》。圣经内面讲沙轮中的玫瑰吼，沙轮就是啥？就是伫迄个海岸边的迄个冰原吼所生的这个玫瑰，代表是啥？代表是上帝的纯全圣洁。所以我们好好来享受这首歌哦哈。然后牧师在这边呢，我们请小朋友一起到台上来，好不好？那个嘉云呢？所有的小朋友都有哦哈。所有的小朋友走了。太晚了，牧师太晚发了，是不是？sorry， 来，我们请两个小朋友，有小朋友哈，圣诞快乐，圣诞快乐，圣诞快乐，没有，男生是蓝色。
啊啦吼，啊今仔真欢喜啊，咱拢会当做伙来参与。等下要登记哦，骑车驶离哦吼，骑车驶离。啊，请咱伫即个停车场哦，奥多摆咧停车的所在讲话较细声小可，因为即摆已经9点外吼，今日差着厝边吼。啊，愿上帝祝福大家圣诞恭喜哦吼，圣诞恭喜！